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水心恋》。这个护士抽筋，是安怎互我一种真特别的感觉？敢若我甲伊已经熟识足久啊？敢讲是顶世人？惨归惨。 所以我即摆有人要赶我走，我绝对无离开。你安尼做护士，无媒无日啊！啊人也叫吼，就随爱去。别人的代志比家己的代志吼较了解。啊，这无怪水星啊吼，伊会受气。阿母，你咧？你敢会生气？这做好人吼，嘛爱有限度啦。啊，像讲你安尼做遐尼济，阿母加班费通领，唔得啦。 去困啦，困起来吼，通好食这只鸡补一下身体。阿母，你要甲我讲咧，做你媳妇上重要头路是啥物？哪有啥物啦？比生囝搁较重要啦，就是你爱替我照顾水星啊。照顾水星，我是希望讲。 你会当代替我吼，尽着做老母的责任，照顾水星。等下有一天，我目睭若客去，你才袂互我怨叹。阿母叫我爱好好对待水星，爱亲像老母照顾囝儿同款。我哪有法度？水星是我的翁婿，伊会甲我拍。 会夹菜刀甲我吓惊，我啥物拢想袂离啊！我是要安怎？
若是我对水仙较好了，伊对我的态度是毋是嘛会改变？希望是安尼。昨天要来找你啦。你哪来啊？你把口内红啊，是安怎啊？我哪有？算毋知吼，手今仔暂时吼无啥困着啦。无春兰，你遮坐吼，莫开讲伤久哈。我会叫树紧紧困。春兰啊，你若爸敢有伫厝诶？有啊，你找阮爸爸要创啥？算毋知吼，阮迄块田地吼，要拜托你阿爸吼来顾及者啦。无你若转去诶时阵吼，看你阿爸若有闲，才叫伊来找我吼。好。无恁开讲哈。恁阁要卖田地哦？阮阿母讲，想要传一寡本钱互水星，看有啥物生意通好做袂。哦，这个水星哦，真正足幸福的。有一个老母哦，甲伊惜命命啦，逐项拢替伊想好好，做好好，毋知伊心内哦，阁有啥物不满。伊阁来你拍吼。莫讲遮啦，你今仔哪来走来？我昨暗来想代志，拢无困啊。想代志？哦，是毋是蔡烟？你莫有白药啊？好要着吼。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蔡永山哦，即马还袂有女朋友的哦。伊无女朋友，甲我有啥物地带唉，就是咩，就要互赶走啊！管他伊敢有女朋友，我看吼，伊一定会走。袂走上好。安尼，我的故事就当写落去啊。故事？啥物故事啊？爱情故事啊，男主角姓蔡，是一个医生；女主角是一个千金小姐，姓王。哇！这行，是你啊！快点，快点，谢，哇，免了，这行，嘿嘿，今仔用出来散步，无去工厂上班咯。后家拢你甲死头落来。呵呵，你有影有才情呢。新娘甲头家死头咯，有够下班。下摆嘛爱看人呢。这毋是逐口罩有法度的呢。有影啦，请听哦，你福气有才情，好娶迄某吼，安尼吼，你是上班暗时啊，佮加班啊，趁钱倒转来互恁开，你带出去凉凉翘脚冷气手开下头。你讲啊，阿妹？啊！安娘话长底骹个较准啦。哎呦！别看你两去，今日来这个。又搁安怎啦？安尼气喘，火气遐尼大着。算在这破格查某，还要等你外口用糟蹋，我查某囝呢？别看恁要去。哎呦，好啦，最少莫安尼啦，你别去啦，落地啦，听爸话啦，好。我你莫查，别看你两去。最少啦，哎呦，听爸话。最少啦，妈呀，最少啦，听爸话。你别甲你讲咯，对明仔开始不准去上班了，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你赶紧出来，出来！最少莫安尼啦，出来！出来！你听你哪？你要听到了？你在讲你不爱去上班了？你来边，你听到了？手啦！你听到了？听到你不爱去上班？你是要取消了，你来拍我头先啦哈！你若要拍手机，我哪会当拍伊啦？水星啊，你敢哪会晓拍我？你啥物拢袂晓啊？你想想查甫囝！好啦，要答应唔答应拢无要紧，有才调你明仔载去家上班看卖。
手机，行，你要怎样啊？来阮兜啦，莫插秧啊啦！妈呀，妈，你先转去啊！拜托，你先转去啊！手机，你莫食软食好无？春暖，这是阮兜的代志，你若为我好，你就莫管我。我袂用看你去互人欺负啦！你这下句查某，你面无够高呢！恁袂拍我是阮自家的代志啦，你话来插啥？你想知影见笑哦？水星啊，你真正足过分的呢！拜托，你先等下，我先等下。拜托，你先等下。手机，我不会插你啊啦！痛的心无理由，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讲袂想怎样。翠星，我知影我是一个，互你真好满意的家后，你拍我骂我拢无要紧，也毋过，请你听我讲一个好无？阿母，我知影你的心肝上软，你想要听小白人，拜托，拜托，替我甲翠星讲真正好无？叫我安怎也不要紧，我做的工苦，我一定要做。手机嘛，起来，才参详啦。阿免啦，好去开啦！有才调害你要当外口互闹开，今摆要看你骹头有偌重，有才调陪偌久。不，莫吵，你来。莫吵你啦，你来，行啦。行啦！安娜，当时去安怎啦？安娜。但是你创啥？你互我惊一跳。起，爸吼，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哎呀，你莫吵啦！起来啦！安怎？无啊？你若安尼，目眶去安尼红，你去较好。无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你是有啥物好消息啊？我甲你讲吼。爸爸吼，即马去接一个大客户，啊，这个客顺若做了成功吼，咱的财产就加一大笔出来。安怎啦？你无欢喜哦？恭喜哦，阁有一大堆的应酬，烧酒阁啉袂完啊吼！无啦，这个大客户吼是一个大企业家呢，伊的名叫做曾世杰，你捌听无？哦，捌。我讲你听，这个曾世杰吼是一个生意人呢，啊，伊是足故意的，伊平常时是无啥甲人咧应酬呢。嘿，伊的眼光阁好，目睭阁金，伊若看假伊的土地吼，迄无几年哦，迄土地拢起几啊倍哦。讲来讲去，嘛是一个炒地皮的啦。啥物咧炒地皮的啦？你哪样讲啊歹听啦？人伊吼是一个生意人，伊不但吼投资土地生意尔，人来以后开迄无的公司啦、电子公司啦，反正吼伊就是一个财团就对啦。讲到嘴甲全破啦，我
我看伊是比你较够趁钱尔啦。是啊，较够趁钱的人吼，我就足钦佩伊啦。我相信哦，免几年哦，这个全世界哦，一定比王永庆好起来。爸，我甲你讲一件代志，你一定爱答应我哦。答应你啥物啊？若是水星因老母哦来找你卖田地，你袂用替伊卖哦。啊，阿咪啊，讲要卖土地，啊，咱甲斗相共，哪有要紧啊？佮再讲吼，你甲秋金嘛是好朋友啊。哎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哎，反正吼，因村嘛是剩假我尔，全世界这条较大条啦，啊，若无村内趁这细条嘛无较纸。创啥啦？大哥哥啊。等因啊。哦，遮功夫。不管我有啥物唔对，我一定要坚持落去。假使若无做好事，我活伫这世间，就无啥物意义啊！小姐，母啊，你敢唔食？啊，你这个囡仔吼，都足害待的。迄只鸡吼，我是要炖互秋金仔补身体啦。啊，甲伊即马人还佫跪伫咧厅头，连一喙汤都无啉，我敢食会落去哦？啊，母啊，你哪就对秋金仔遐好啦？我对伊好，对伊歹吼，我心肝内有准则伫的啦。哪有像你啊？啊，圣地若举起来身吼，啊，你起骹动手，骂某拍某，无站无站。迄人啊，性地发起啊，有去想遐啦。是讲母啊，你敢真正同意秋金仔去做护士？我是无同意啦。啊，毋过当初咱要甲带入门的时阵，啊，这条件拢嘛讲好势伫的啊。啊，即马若反悔，毋回去上班，安尼秋金仔后心肝内一定会无欢喜的。啊，当初享受毋享受，无是咧保安啥？啊，你是要搁安怎啦？是要搁起骹动手啊哟啦？啊，好啦好啦，无你若毋甘哦，我来叫伊食鸡汤啦。互伊遐跪就好啦。啊！趁这个机会吼，我来替你吼，甲秋金的心吼挽倒转来啦。你要替我挽秋金仔心？秋金啊，你安尼跪遐尼久，骹真麻，真忝啊吼。追星都无互你去做护士，啊你啥啊，着遐尼啊坚持啦？阿母，即马最先无头路，我若毋去上班趁钱，咱的生活是要安怎？你无做护士，别项工课嘛会晓做啊。啊，我嘛按算讲吼，咱去地产也卖卖。就要互水仙去做生意，啊！你册就读较济，啊，知识嘛比水仙较悬。你若肯吼，甲水仙斗相共，啊，这翁仔某共心吼，咱就毋免讲一定偌好呀。这3顿啊，顾会饱，莫叫伊枵着安尼就好啊。秋金
听阿母的话啦，护士的头路甲试试条，好无？我做袂到，做袂到，安尼你也做袂到。啊，你著莫怪讲吼，水星安尼对你起骹动手啦。啊，你家己也莫感觉讲你足委屈的。像你遐尔啊固执吼，有啥人会可怜你啦？希望讲鸡汤哦，是要互你补身体啦。啊，你趁烧吼，紧食食。袂用诶，我袂用吃。